相思落叶曲一片，情难断，断袂离，一寸伤痕累累。我用痴情绑自己，不应该爱你，不应该爱你，怎会偏偏你袂开？不应该爱你，不应该搁爱你，徛在雨中出汗家己。我会用时间将你放袂记，才知家己毋捌绝情两字。不应该爱你，不应该爱你，怎会偏偏你袂开？恁阿嬷伤过冲动啊啦，就敢若一个囡仔同款。伊阁讲哦，要叫你甲伊平离婚。阿公，安尼是要安怎？免惊啦，恁阿嬷讲的是气话啦，要哪会当当真？阿公，我若一直唔转去讲价，阮大家心肝内误会就会搁较多。我惊时间若拖久啊，恐起来唔好。啊，这你唔免烦恼啦。我吼有想一个办法，我看哦，还是我家己先来去恁大家遐一撮，甲恁大家解说一下，等恁阿嬷甲恁大家的气拢消啊，代志就好解决啦。我绝对无可能当秀秀的面甲因道歉，我更加无可能互因啥物保证。我无苦度秀秀，我是该安怎做就安怎做，我对得起良心。因哪会用伊甲我当作是歹大家？妈，你头拄有甲我答应过，听了有不会生气的啊？这款话，我听了敢会袂生气？我都要气死啊！妈，是我唔对，我不应该甲你讲这件代志。妈，你莫阁生气啊，好不？唉，妈，假使我来去请娘阿公，抑阁有娘阿妈来甲你讲，敢会用的？无啥物好讲的，我无欢迎因踏入咱讲价的门。秀秀啊，恁大箍阿姐来看你啊！大箍阿姐，来，请入来，请入来哈。大箍阿姐，周阿姨，婉婉，多谢你，秀秀啊，有较好无？好真多啊，多谢。大箍阿姐，你无看大姐倒伫面床做大肠的时阵呢，目眶乌乌，面色白顺顺，即马是好真多啊啦。啊，毋过我想较输会当去洗一下头，换一下水衫，一定会搁较好。哦，大姐，你的衫我伫咧讲价无摘出来呢。大姐，我替你去摕衫好无？你要穿倒几领？算算去啦，我替你决定就好。今仔日恁谁拢不准客气，全部留踮遮食饭。哈，安尼真好，今仔日我分恁的福气，又搁有口福啊啦。恁吼踮遮慢慢啊讲，我先来去走较无用。婉婉啊，好大箍阿姐甲秀秀开讲，咱来走卡甲娘阿妈斗相共。秀秀啊，你甲心内话甲我讲，以后你想要安怎做？我想要转去讲价。秀秀，恁大家敢若对你无甲我好，你敢讲拢袂扣分？其实伊对我袂歹，只是要求较悬啊尔。
因为疼我，才会安尼生。我感觉阮大家，伊嘛是为着我好。万一你转去港家以后，恁大家对你的要求，同款遐尔严格，你是要安怎？我会忍，我会一直忍耐落去，一直到我达到阮大家要求的标准为止。秀秀，你的任何决定，我拢赞成。不过我要甲你提醒，以后心肝内有啥物委屈，有啥物无欢喜的代志，你会用来找我，讲互我听，甚至伫我遐做你哭嘛袂要紧，安尼你的心内就较袂遐受气啊。多谢大哥阿姐。一鸣啊，你阿公，恁妈妈咧？啊，伫房间内，我来请伊出来。你好，亲，你好。请坐。你阿公，请啉茶。多谢多谢。妈，这里的茶。一鸣啊，我有话想要甲恁妈妈讲。我之前甲伊平讲过，不准因后头厝的人入来阮港家。也毋过这款代志我做袂出来。就算讲亲你无欢迎我，嘛免遮尔啊着急。我甲话讲完啊，我就走。亲，假使讲阮太太对亲有啥物无礼貌的所在，我代表阮太太向亲你回失礼。我叫是你来，是要叫我去恁兜道歉。我想袂到你会讲出这款话。亲嘛，先人拍鼓有时错，骹步踏差啥人无？每一个人拢会犯错，故意犯的错，无应该原谅。啊，若是无细腻的，我想应该莫计较才对啦。比如讲，秀秀这摆破病所引起的误会，确实是大家无心之过。代志到这，我想应该有一个结果，大家无应该搁继续误会落去啊。那安尼，秀秀的阿嬷对移民提出的条件咧？遐个拢是阮太太所讲的气话，等过几工啊，伊的心情较平静的，我会搁甲伊研究啦。哦。这几工哦，我看还是互秀秀暂时住伫我遐，若是甲亲带来啥物无方便，爱搁请亲多多包涵啦。妈，你话讲咧？转去啊！那呢？你免烦恼，我无甲伊冤家，阮讲了真顺利。哦。伊是真心心向我道歉的，嘛讲真侪有道理的话。凭良心讲，娘阿公、娘阿嬷拢是真难得的好人。妈。妈，你无生气啊？对无？佩佩啊，爸爸甲妈妈哦，拄则甲你讲的，唔是咧甲你滚耍笑呢。自从哦，你复苏学校毕业到即马，相亲哦，嘛唔知影相过几落摆啊。啊，你拢无一个看介意的。啊！你家己哦，阁唔去外口找男朋友啦？爸爸甲妈妈哦，拢要急死啊啦！爸爸，我讲过啊，只要是恁看介意的，我拢愿意啊。哎哟，你讲这种话吼，都无意思啊啦！互爸爸妈妈做决定，万一你若无介意，
仔某做伙若是无好，生活是袂幸福啦。安尼爸爸甲妈妈，敢毋是要艰苦一世人啊？爸爸，你莫安尼讲啦，是我家己无路用，找无一个肯互咱招的人。爸爸看会出来，迄个马医生哦，伊真介意你呢。啊，你嘛真介意马医生啊。我看哦，培培啊，你去甲伊问看卖咧，看伊敢要嫁你啊？我就不爱问了。为什么啊？我希望你莫莫去问伊。哎呀，我就讲咩，这种代志吼，哪有什么人主动去问的啊？嘿，啊，伊讲唔肯互咱去问马医生啊？哦，你看这件代志是不是真奇怪啊？啊，因两个吼，都好亲像咱两个啦。我介意你，啊，你也介意我，嘿，啊，但是培培伊阁唔愿意，我知影。为什么啊？培培知影，若是吼马医生啊，要嫁互咱培培，我看这件代志吼，嘿嘿，讲唔上咧。那你就莫讲啊！榜文啊，你也是坚持爱马医生嫁互咱培培哦？那是当然咯，咱吼只有培培这个查某囝，伊若无嫁互咱培培，啊，咱培培就莫嫁伊啊。秀琪，你想看卖咧？培培哦，若是嫁去别人家哦，啊，咱这个厝内吼，敢若剩你甲我两个是要安怎？每工拢是我看你，啊你看我，每工伫遐咧相像。哎呀，这种日子吼，咱少年的时阵都已经过了惊，咱即马已经有岁啊呢，会搁较凄惨，搁较痛苦啊！你敢若是烦恼遮的哦？敢若这就已经真济啊咯。当初咱收养培培的时阵啊，都是希望这个厝内加一个囡仔会较后日啊，哈！真无简单，已经过17年啊！啊，培培若搁嫁出去哦，咱厝内搁空空啊！哦，那安尼我挡袂掉啦。一个事情吼，当简单啊，简单哦。错啊！迄马医生吼，伊介意装脚，就是讲咱培培嫁互伊，伊就会住伫顶山。若住伫顶山，就会当住咱兜啊！将来伊生的囡仔，嘛会当伫咱兜大汉啊！哎呀，我原来拢无想到啊！即马你袂坚持爱马医生嫁互咱培培来传宗接代啊？吼！当然咯，不孝有三啊，无孝为大啊！这件代志哦，我会好好考虑啦。你若是坚持马医生爱嫁互咱培培，我看吼培培这世人吼，就找袂到如意的郎君啊！免上困啊咩？培培袂少岁啊，袂当耽误伊的青春呢。搁再讲吼，咱已经老啊，咱嘛爱抱孙啊。对啊，我就是爱抱孙啊。就算讲马医生无爱嫁互咱培培，咱嘛同款会当抱孙啊。是安那用的？你讲看卖咧。就亲像东东同款，生几个囡仔，留一个落来互王家，继承王家后裔啊。哦，你是讲培培嫁互马医生，将来若生囝吼，留一个缀咱细头哦。我看吼，只有这个办法啦，无得靠马医生会答应。若是讲吼，叫伊嫁互培培，我看吼，无希望啊。好好，我下晡去找一个人，选一个好日子，把这个心事定落来啦。莫受欢喜啦。人马医生吼，敢会答应，也阁唔知咧。对啊，我即马就来病院哦，该问看卖咧啦。哎呦，你去社会啦！迄个马医生，互培培颠着啊，
伊走袂去的啦。一口鼎，加减做，生活较苦也是假。不应该爱你，怎会偏偏离袂开？妈妈敢若有淡薄回心转意的款，反正过几两天啊，就应该秀秀才回来啊。哎，婉婉，几乎来，你来。我是来替大姊摕衫的。婉婉，敢有需要摕遮多？当然需要啊，无定着无要转来啊。婉婉，你哪当安尼讲话咧？为什么袂用呢？阮阿姊破病遐尔严重，你哪会拢唔管？婉婉，阮妈妈伊，我才唔管你妈会生气，谁叫伊欺负阮阿姊？万一阮阿姊若死啊，你敢会当负责？你即马过到真可怜，嘛无路用啊啦。阮大姊哦，已经死心啊。亲爱的姊夫，假使你失去阮大姊，哼，你一定会后悔一世人。妈，你安尼是咧创啥？免对我遮歹，无路用的啦。姊夫，再见。妈，妈，妈。喂，我是，你啥？哦，继父啊，你好。东东，我承认，我不是一个负责任的翁婿，无关心到秀秀身体的健康，也有伊心理的状态。也不过事后，我嘛想尽办法要甲弥补啊。甚至，阮妈妈已经拢有淡薄回心转意啊。唉，想袂到，婉婉煞伫这时阵出现，又搁甲阮妈妈气甲分去。婉婉实在足毋捌代志。唉，即摆这笔婉婉嘛已经无路用啊。东东，我希望你会当靠近婉婉，以后莫搁甲阮妈妈起冲突啦，好无？虽然讲伊是为着要保护因仔姊，所以伊毋才安尼做。也毋过，若一直安尼吵吵闹闹，是无法度解决问题啊。搁再讲，阮妈妈嘛算是长辈啊。继父，你放心啦，我保证婉婉以后袂搁再去惹代志啊。多谢啦。我连面要开店啊，我下班了后马上去大华集遐找婉婉。好，安尼我就袂叫了你啊。再见。大姊，我甲你的衫摕来啊。秀秀啊，是应该摕我衫裤转来，即马穿袂着，等你将来好啊，总是爱出去啊。对啊，阿嬷，我今日总算替大姊出一口气啊。哦，我去港家，甲江一边修理几啊句。上过瘾的是，我甲伊妈妈嘛袂惨落去。婉婉，你实在足乌白来。哎，大姊，我是替你出气呢。我无需要你替我出什么气。好心好累劲。娘阿妈，你讲我安尼做敢有唔对？你讲毋是你唔对。婉婉，你敢有想到，你家己是一个晚辈，你哪会讲话遮尔无礼貌？我毋知影甲你讲过几落摆啊，你为啥拢不爱听？阿姊，你就是伤老实啦，才会互人欺负。假使你若学我，保证你一世人拢袂吃亏的。大姊，你莫烦恼啦，我敢保证，港家的人绝对唔敢过来找你麻烦啊。婉婉，你实在足毋捌代志。婉婉去甲婉一届嘛好。阿妈，你哪会阁鼓励伊啦？婉婉，敢若即届，
后摆袂当啊哦。为什么？卡叔伊若搁欺负阮大姐咧？不管安怎，做事势冒犯长辈是大逆不道。本来是因唔对，互你安尼闹，就变成咱唔对啊。我怎唔管？费伫我无要承认这段亲情。阿姐，我要去唱片公司，另工我有闲再来陪你。阿妈，我来去哦。秀秀啊，你加休困一下，来我送你出去。阿妈，你免送我啦，我家己行就好啊不。要紧，我嘛顺便出去散步一下。秀秀，你哪会起来啊？阿公，我想要打电话给阮大家。对，应该。喂，你是啥？喂，你哪唔讲话？妈，我是秀秀，拜托你莫挂电话好无？互我讲几句话。我听讲婉婉今仔日去冒犯着你，妈，我替婉婉伊所有的行为，甲你悔失的。希望妈你会当原谅伊。伊这人一直拢足冲动的，拄则我已经骂过伊啊。妈，我知影，我毋是一个好媳妇，做代志无认真，常常惹你生气。以前我伫阿公因兜，阿公阿嬷想要生我，所以我才会变个做代志无认真。甲伊平结婚了后，我有心要做一个互你满意的媳妇，一可惜，一时之间还袂当实现。妈，请你相信我，搁过一阵啊，我一定会做了足好的，互你满意。妈，即马阿嬷已经无遐生气啊，搁过几工我就转去，到时阵我会当面甲你回信的。妈，我已经是尴尬的人啊，我希望你会当原谅我的唔对，我会当伫尴尬的门拢是咱有缘。妈，我会较拍拼学咧，做一个真正属于尴尬的人。妈，我想要甲哥哥去看大姐，哦，什么时阵啊？马上就要去啊！妈，大姐的病还袂好，你讲我应该带啥物礼物去？我想看卖吼。较紧想啦，妈。有啊，我遮有一盒人参，恁大姐即马身体长虚了，送人参互伊补，上适合吧？多谢妈妈。哥，咱会用来啊？你摕这是啥物物件？人参啊，要互大姐补的。我有甲你讲过，莫炸物件过啊。是妈叫我炸去的。这是别人送互妈的物件，你摕去害互妈？袂用的。这是长辈要送互逝世的物件，要哪会用你摕转去？你看啊，阿嬷讲袂用你摕。阿嬷，我的大姊嘛是家姐的大姊啊，大家拢是一家伙啊，送礼物，安尼敢毋是真生分？这是恁妈妈爱互恁大姐的淡薄仔心意，就是讲，咱厝内底补品遐尼济，分一寡互大姐食，无算啥。你哦，
上后找理由啊啦。好啊好啊，要去吼，紧去啊！一口鼎，加减做，生活较苦也是假。不应该爱你，怎会偏偏离袂开？蹦文啊，你先问啊。哎呀，也是你先问啦。马医生啊，阮有几句话要问你，你爱老老实实回答无？啊，你若是讲白菜来甲阮骗吼，安尼一切后果责任由你家己来负责咯。是，老阿姆，你即马已经唔是囡仔，你讲话爱算话哦。你爱知影哦，这件代志啊是足严重的哦。是啦，老阿伯，嘿，马医生啊，你甲阮陪陪散步的时阵吼，敢有牵过手啊？妈妈，你哪会问这啦？陪陪，大人咧讲话，囡仔人莫插嘴啊。马医生，你讲啊，有无？那安尼，恁准备啥物时阵结婚啊？妈妈，哪有这么紧啦？嗨，即马是科学时代呢，啥物哦拢爱紧啊。嘿呀，马医生啊，本来吼培培的爸爸爱你嫁互培培，我甲考劝了后吼，即马改变主意呀，伊答应培培嫁互你生妈的哦。毋过哦，我有一个条件哦。是，老阿伯，以后啊，你甲培培哦，爱生8个囡仔，4个哦恁家己饲啦，4个哦互阮来饲啦。爸爸，即马推行家庭计划，大个家庭上好敢若生2个囡仔。安尼伤少啦，啊无安尼好啦，拍对折，生4个，恁翁仔某2个啦，啊我咧甲恁妈妈哦2个啦。爸爸，好啦好啦，这件代志吼，以后才搁讲。培培啊，你过来徛伫遮。马太元，老培培，我问恁哦，恁2个人有相爱无？啊？恁2个爱讲老实话哦。好，你唔讲话，就表示恁2个相爱啊哦。马太元啊，你敢愿意娶老培培做你的某？老培培，你敢愿意嫁予马太元？那安尼恁2个人要参照牛山票甲祝英台哦，爱甲老爱到死才会用的哦。哎呦，秀琪，迄边哪会用的啦？牛山别甲祝英台哦，因2个无结婚啦。错，那安尼要讲，哎呀，好啊，莫搁讲啊啦！我即马吼要宣布啊，马太元、老培培对即马开始哦，恁2个就是翁仔某啊啦。爸爸，你也毋是法官，你安尼伫法律来讲是无效的。郭继新，我有几个问题要问你，你会老实回答。是，你是一个药品甲医疗器材的推销员，无毋对，你的业务范围伫什么所在？全省各地，只要有病院、卫生所的所在，我拢都爱去。照你的讲法，差不多偌久的时间，你就爱走一逝中南部或者是东部。不一定，
那安尼你去外县市走业务的时阵，上长爱点几工？过去定差不多拢1礼拜，甚至1个月。即马你平均1礼拜有几工袂当回去处理？至少有1、2工。那安尼你无伫厝里的时阵，什么人要来照顾因的生活？什么人要来辅导因的课业？因拢已经大汉啦，会晓照顾家己日常生活，嘛知影讲家己要较主动去读书写功课。那安尼你无伫厝里的时阵，你的小弟小妹必须要家己去买菜，家己去动手洗衫，家己动手煮饭，家己做一切家事，对唔对？我伫咧厝的时阵，从来袂叫因做任何厝内底的代志，只要毋是去外县市，搁较无闲，我嘛会赶转来替因洗米煮菜。我问的是，你无伫厝的时阵，因是毋是爱做家事？是。自从你甲小弟小妹接转去厝了后，你的收入敢有减少？你讲啊，敢有减少？有，比以前减少偌济？差不多减赚6、7千块。你敢有问过你的小弟小妹，因伫养爸母的厝里，是毋是爱甲功课放来去做家事？无，是无做家事，也是无甲你讲？无甲我讲。那呢？你认为小弟小妹甲你住做伙，会比对帝王两家住做伙更较好心？好啊，毋好我毋知影，至少阮继续团圆啊，心情拢真快乐。那呢？你敢有注意到因的功课咧？有。甲以前比起来，是进步也是退步啊？差不多。请你给我一个肯定的答案。有小可较退步。你认为小弟小妹前途重要咧，也是手足之情重要？两项拢重要。假使讲这两项该咱拣一项，你想要选择倒一项？这个答案你即摆会当卖讲，也毋过我希望你甲这个问题好好啊想看卖咧，然后甲你家己讲答案。郭先生，咱来去。头拄迄法官是啥物意思啊？伊准办要甲我找麻烦嘛？要哪会咧？伊所问的每一句话，拢是对我不利啊！你完全误会啊！伊问遐详细，主要的目的是想要了解你是毋是真是有能力来请养你的小弟小妹。伊的出发点是善意的，公正的啊！这件案件在法律的观点上，大家拢有理，嘛真歹断定你的小弟小妹到底应该是属于倒一边的。也毋过，这位法官所问的问题，我看会出来，伊在这个案件内面，伊有好好去研究过。伊希望对人性的观点上来提醒人，莫阁拍这场官司啊！上好是当和解，互冤家变做亲家。这是无可能的。我想，伊一定有办法来达到这个目的。我唔相信伊有啥物办法会当说服我甲因和解。伊叫你抓一个问题转去，家己去找答案。郭先生，敢讲你阁看袂出伊的用意是？其实江阿姆并不是遐尔可怕，我感觉江阿姆只是一个较传统、较古板的人，伊有真侪家法家规，这个家法家规就亲像是法律的条文同款，是为着处罚遐会做歹代志的人。若是对于安分守己的人，搁较严格的条文嘛是无路用啊。
你是一个法官，啥物代志你拢考虑到法律啊？除了家法甲家规以外，我感觉上界重要的，应该就是感情的问题。江阿伯早就过身啦，为着请养江大哥来守寡，因母仔囝两个人相依为命，经过真侪艰苦的日子。即马大姊突然间进入因母仔囝之间，无形之中，就会夺走江大哥对因妈妈的依赖。所以江阿姆伊会感觉后生对家己的感情却愈来愈冷淡，所以伊就会怨恨阮大姊。对，我演过孔雀东南飞迄个话剧，内底大家新妇啊，都是因为安尼才会发生冲突啊。大哥姐，大姊破病了后，江阿姆伊嘛感觉歹势，已经有一点仔回心转意啊。准备要去娘阿公因兜去接大姊转去。哦，恁江阿姆敢回心转意啊？江大哥是安尼甲我讲的，也毋过拄啊好，弯弯走去江家替大姊摕衫，讲话真歹听，甲江阿姆搁得罪啊。哎呀，这个囡仔哦，还真正生过两个无，还办过赛几大堆啊！即马江阿姆伊坚持。叫弯弯先去因兜甲回息的，伊才肯原谅伊。应该去回息的，当然嘛要回息的呀。弯弯真正是目中无人啊，安尼真正是做唔对的代志啊。因江阿姆就算有更较大的错误，嘛拢袂到弯弯去兴师问罪啊，迄真正就唔是款的。弯弯的性地，伫阮兄弟姊妹内面是上歹的一个。假使讲伊即摆无要去江家回息的，恐惊会互大姊甲江阿姆的关系愈来愈歹，安尼嘛会去影响到大姊一生幸福。大哥姐，弯弯上该听你的话，我想要请你甲这件代志的严重性甲讲，叫伊毋通搁惹是非啊。妈，真是的，今仔日公司加班，所以较晚回来。我今日来传食的。伊边。妈，今日秀秀打电话转来啊！妈，伊是安怎讲的？伊讲真济，伊甲我讲，伊要做一个好媳妇。伊边，你是毋是嘛感觉妈对伊伤歹啊？你讲啊！我只会当讲。袂用伊讲白菜。反正妈妈甲秀秀互相之间还阁无够了解。我会记得细汉的时阵，我足记得伫外口甲别个同学冤家相拍，转来到厝的，妈妈就举手册甲我讲，我毋做功课。妈，你定3更半暝甲我叫起来，逼我来做功课，佮甲我写好的功课拢掠掉啊，叫我重写一遍。妈，迄个时阵，我嘛感觉你对我足歹，是咧甲我折磨啊。我爱你会记得，平淡的结果一定爱付出上倍的代价。妈，我上会记得一件代志。有一摆，我无去上课，甲同学走去溪仔内底游水。有一个同学，佮差一点仔淹死。我回来的时阵，妈妈流倒一桶水，甲我饲落去水内底。迄个时阵，我才知影特别淹死的感觉。从今以后，我都拢乖乖去上课，唔敢搁走去受水啊！我干爱你这个后生尔，我无钱通留予你，我干爱会当用各种的方法，予你食苦，甲你管教成
我心目中的一个好后生，我对秀秀嘛是同款。我会管教伊，我会教伊安怎换家，安怎伺候翁婿。我会互伊知影欠欠的重要，所以我对伊不得不较严格。伊面，我安尼做敢有毋对？妈，你无毋对。我是希望伊辛苦后甜，厝内底的代志做习惯啊，都袂感觉艰苦啊。毋是有一句话讲，钱真歹赚，要开的时阵是真紧。伊伫咧厝的是孤查某孙，是掌上明珠。我若是无好好甲伊管教，将来我若走啊，艰苦的是恁翁仔某，甲恁的囡仔。妈，其实秀秀本来就是真敖还家的人。伊伫娘外公10几年啊，一直拢是咧照顾娘外公，发到厝内代志，而且都还佫顾着分散伫各地的小弟小妹。我了解，妈你心目中所需要的是什么款的新妇，所以我才会坚持用半年时间去追求秀秀，因为我相信秀秀一定是你理想当中的好媳妇。唉，妈已经老啊，无得靠用的老步数是毋对的。大看姐，你哪会坐伫遮？等你回来啊，等我？什么代志啊？去讲价，甲公阿姆道歉。你要我去甲道歉？凭什么？道平伊是长辈，你是4岁，我无爱去。你一定爱去。给我拍死，我嘛无爱去。你连大箍仔这个话嘛无爱听上。谁叫伊要靠到大姐？谁叫伊要遐凶？大看姐，大姐发烧差点要死去，你知影无？你拢唔管伊死我，搁要我去甲伊道歉？我不爱去，我不爱去，不爱去，不爱去！婉婉，大哥啊，这求你呀，紧去甲公阿姆道歉啦！大看姐，阮大姐自细汉都疼阮、爱阮、照顾阮，今日伊结婚啊，阮大家拢真欢喜，阮希望伊幸福。啊，毋过伊受人苦毒、受人欺负，阮袂当目睭紧紧看伊一个人痛苦。对伊安尼算是真客气啊！卡算伊以后搁敢欺负阮大姐，我一定甲伊拼命。阿嬷好不啦？好，讲什么嘛不准你回去。妈咪啊，你是何必苦咧？既然秀秀要倒转去，你就互伊倒转去。你莫讲话。阿嬷，你误会阮大家啊啦！伊这人只是面手较歹看尔，管教晚辈较严格。其实，伊是一个真捌人情世故的长辈。你莫搁替伊讲话啊啦！阿嬷，我要嫁的时阵，阿公甲你拢一再甲我讲，以后我的薪水毋免搁摕回来啊。是啊，我是讲过这种话。恁才拄结婚尔，应该加欠寡钱，囥在身躯边。将来若是有囡仔，逐项拢需要钱呢。你这个囡仔就是这么固执，硬要摕1万块回来。秀秀啊！恁阿嬷甲你迄1万块，用你的名寄伫咧银行，等你若有囡仔了，就交互你。阿嬷，迄1万块是阮大家叫我摕回来，要友孝你，还有阿公的。哦，敢有影？阮大家讲，饲囝真辛苦，阿公甲阿嬷
请养我10几年，阮两个无尽一点仔孝道咧，阮两个将你两个等下不管。嘿，我就讲，伊平的妈妈毋是一个无讲道理的人。你哦，敢若会晓讲啦？看到秀秀受委屈，盼袂回来厝里的时阵，就知影一个人秘去厨房内底艰苦。爸无伊用是书生，一天到晚敢若会晓讲一寡读书人的修养功夫，什么志气啊、风度。心肝内若艰苦，就秘去厨房内底吐大气，也若无就抱迄部老庄铁盒，心游清净无为的世界。哼！是，妈咪，你骂了对。阿公，真心的，互你烦恼啊！恁阿嬷甲我骂哦，这是定定有的代志啦。反正哦，我是3礼拜的老牌主，所以无要紧啦。伊骂了愈大声，嘿，我就愈得意，是毋是？是。秀秀啊，阿公毋是因为你受委屈才艰苦的，咱做伙生活10几年啊。你嫁出去了后，阿公的心肝内就敢若叫人挂一块肉同款。以后我会尽量找时间回来看你。哈哈，迄是毋免啦，家己讲教就是讲教的人啊，袂用的无代志哦，就走转来后头厝。妈咪啊，秀秀的病嘛好甲差不多啊，嘛应该互伊转去啊。迄哪会用的？我已经甲话讲出去啊，一定要江一平的妈妈来接伊才会用的。哎，妈咪啊，人爱面子，树爱皮。你若是互江太太遮尔无面子，你叫秀秀以后，甲大家两个人是要安怎相处啦？人咧讲幸福是由当事人来认定的，有的人哦，住大间老仔厝，共款不知足；啊，有的人哦，食饭配菜补，嘛共款逍遥自在啊。秀秀家己都无认为是受罪、受委屈，你硬要甲留踮喺厝诶，你安尼毋是变做拆散因翁仔某的罪魁祸首啊？好啦，秀秀啊，安尼你明仔载就转去。多谢阿妈，多谢阿妈。奇怪，还是走去倒位啊？婉婉，婉婉，婉婉，啊你是安怎？你敢有看到大箍阿叔啊？婉婉，你莫阁哭啊啦！大箍阿叔无去啊！是毋是恁大箍阿叔骂你，你在哭？大箍阿叔叫我去讲价，甲迄个老怪无道歉，我才袂。你一个囡仔，你哪会听恁大箍阿叔的话？去江义平因兜甲因妈妈道歉。我不爱嘛。婉婉，大箍阿叔有心脏病，佮有血压症，恁两个去你爱生气啦。阮大姊受人苦斗，差一点仔就死去啊！大箍阿叔搁要叫我去道歉，想无讲道理啊！那安尼，你应该好好甲大箍阿叔讲啊！你也毋是毋知影，大箍阿叔伊袂用激气，袂用受刺激。我惊你心情无好啊！心情无好，会用甲我讲啊！你是拄着什么代志，心情无好啊？无啥啦。安怎？连我都袂用知影。为着做唱片的代志。唱片？啊，毋是搁找你去啦，搁先付你5万块，敢搁变卦？迄个死阿仔，等唱片就好啊，再甲我讲，迄张唱片是戴维出钱叫伊完成的。戴维。你是毋是伫咧想秀秀？我就想伊。妈，是的，
会定做一个好媳妇。高太太，大花姐，你别插我，你这是，你咱是咧创啥的？我求你，甲秀秀接回来。